将给你认出，我怎么改？来人啊！爹咋将我做强五的表妹，唔可以送得不强，我准备带佢回家乡疗伤。我希望中庸地推我真书上市。哦，表妹，我带你回家。哦，表哥。今天我要行多样的题目，不如我就来死，不讲了几多，那个方式而用，两个将军拿来，也送个自己的性命，要算死的枪的啊！哎呦！小娘子啊，做嘛该爱死做戇事呢？太叔，你有所不敌呀！哎呀！农家来耕种啊，土工啊。乞丐恩爱呀，打马来骑马车，官府征兵啊，强州啊阿姨，母亲来拆山啊，婆啊来扶那伊，从远进来披寒雨，一宣传来杀。
鬓边地，所以呀，此山上我水呀，那呀来自哪里？回想往事啊，泪儿凄凄。就此法，老奴心肝也有切切之言呐。老奴啊，罗汉是唐姑娘此言，我的心肝也有切切之言呐。出来采山那时，爱的一顺满堂是马放那去，安享天野爱无啊挂意呀。天公地在来真参气，可婚论病来入彩来富啊老那次，受爱该良田来托爱天。我一生的心血就冇了啊你，我全家，我匆忙我逃啊出来，莫住那一呀，我全家自处，爱哭啊真哭啊，一生咯自啊春，俩孙啊一呀。娘子，爱上有一句话，不得改讲不改讲啊！太说强说无妨啊！讲起来也是为着爱戚家，眼同是天外路人人，相逢不何必曾相识，小娘子。乱世之中，人见面也是有缘。我想我输了你为你啊！太说，你的好意我要见的，不过现在这件事，我要别无相安多啊！你那难得让我穷一家，你无亲来，爱无故。不爱做唔义，然后也有一种人在。罗汉会风风光光让你嫁出去。既然太叔就有讲，我
那就两爷个心意呀。希望你可以做只阿妹来照顾佢呀。用到我个命哎，小三姨。我个孙呢，小三姨是恁娘，佢名下是苏娘啊。小三姨，真好，从今以后你就要有个亲生子啊！阿妹，那个乖子。将军啊，你莫来呀，共同你呀，伤心嘛呀春暮个子用来难有告诉记公主。天下局势太乱，像公子唐木匠的家见，局势太乱，定因为用松啊，松啊，哎呀，松松啊，这啊。我太明朝就爱忘了吗？冇可能嘅，冇可能嘅。眼下只是在桥走路，只要我等过一下，希望之事那来，万民一听就会平听嘅哦。公主，你的心境内言哪里知道？关外有太秦，关内有刘备，海上有赤口，偏偏臣子一个个逃亡，公然疲毒，人家将军
英三归真属山海关。公主，就本木匠来照顾你吧。你干嘛个呀？公主，那是讲你无气嫌，我眼听你做了一堆乱世不齐，我皇上对公主你不离不弃呀。多谢将军盛情，但是假使做不得副书，我宁愿一死，也不为那50钱赌上啊！将军应聘到我出中，难亲命够用，那公主随爱来。
讲法嘞，我讲正的公主，大家，这个师傅真前向师傅啊！师傅，这个楚伯上，我无爱恨，我又没爱出家，我爱报数啊！公主，那个上的保元素，讲这开下向师傅啊！这好，爱开。哎，莫开，本日江西莫开到啊！一开要开来半身的手套。公主，也只要讲有传说，来抚养欺负做的空空师傅，来也难得姑且一些心态来宣赌的情，无想到会暗度哦，来看也是天意。假使讲，伊肯输公主为为徒，一定做得到公主可以生武功啊！好，罗平强师傅，恕爱为徒啊！哎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赶紧来做哦！师傅啊，开在面前两个，将个太平王朝提名一位的公主，乐平公主啊！啊，贵爷要来拜师傅啊！哎呀，好上哎！讲到字的厉害，讲到南门人的无用啦。三归啊，个事情底嘛。三归，真属山海关的三归吗？我爱反清复明，我爱反清复明。好一个反清复明啊！好太的口气，
由此去来终日爱所留的为土。真嘅呢，感谢师傅。哎，你爱数？我嘅书为父王给君子减收费呀。好，我教你改世的武功，从今以后，我就话本人为突皮神你。